喺世紀21百夫獎頒獎典禮中，有9位同事獲取2025年國際百夫獎個人獎項，有6間分行獲取2025年國際百夫獎分行獎項。會上同時頒發本年度第一季及第二季最高營業額獎項。世紀21奇豐物業團隊業績彪炳，屢獲殊榮。世紀21奇豐物業顧問行自1989年扎根於新界東，分店遍佈馬鞍山、沙田、大圍、火炭、西貢及粉嶺區。分行大部分位於港鐵沿線，佔盡地利，專營私人屋苑、居屋、村屋及豪宅別墅等租賃及買賣，更同時代理全港各區一手新盤，為區內地產代理之翹楚。又嚟到我哋百夫獎頒獎典禮嘅現場啦。今年一樣啦，我哋好見到好多小金人啦，你見到好多小金人啦，咁就係即係代表我哋好多同事達標啦，攞到呢個即係世紀21最高嘅榮譽啦。每一年都好期望住呢日嘅發生啦。展望其實係或者回顧先啦，我哋回顧過去一年啦，其實嗰個市道都反彈翻好多啦。其實樓價上升啦，成交上升啦，咁我哋同事咧都係好多能夠掌握到呢一個升浪嘅，咁都係有個比較好嘅收穫啦。咁但係展望未來啦，咁我哋其實好希望除咗同事就係繼續努力之外啦，咁其實AI 嘅發展啦公司都係不斷喺度喺 AI 方面咧係點樣係利用呢個新嘅工具啦，係增強同事嘅叫承擔能力啦、效率啦，同埋客戶體驗啦，咁令到整個買賣流程啊、置業變得更加幸福。